系統提示：偵測到 S 級未解鎖地圖，尊貴玩家歡迎進入關西隱藏領域。目標地圖：神戶須磨山上遊園。須磨浦公園站出口左邊買飛，直入主線任務。第一關空中纜車，搭纜車直上海拔246米高地。隱藏獎勵：瀨戶內海加神戶街景全景解鎖。第二關爬坡軌道車。升級挑戰，傳奇2人座時光戰車出發。好嘈嘅，喂，我做新機啊！好讚啊！咁樣拍出嚟啲人睇到眼花。好彩冇食到嘢。冇啦，而家。坐呢個車咧係咁蹬，嗱我有一種咧。好似玩緊過山車，上緊去就嚟要衝落去嗰下嘅感覺，佢有種好復古，好似以前喺荔園嗰種感覺喎，幾過癮㗎。上到展望角繼續向右手邊行就會到達第三關單人觀光吊椅，終極挑戰嚟啦！幾愛幾 friend 都係自己上，都幾驚下大佬。冇安全帶，咩都冇。唔使喺後面，見唔見到？覺得咧搭呢個車真係好驚㗎，驚在佢完全係冇安全帶嘅。哇，搖下搖下咁啊，尤其是飛落去嗰下咧，好驚射咗落街啊！你睇下六柱，冇啦。我喺呢邊歲月靜好，佢喺嗰邊好慌張。喂，好驚！凌空吊咁樣。你得人驚喎，成單嘢黐線，好恐怖啊！咁咧，好多人會攞個手機嚟拍嘢㗎，佢嗰度都沿途提醒啊，唔好自己執啊，跌鬼咗啊，叫職員同你執啊，如果唔係，真係揾人執返你㗎啦。2米左右高度觀光纜車，每秒1米緩慢速度移動。一個人可能會驚，但其實係3歲以上就可以乘坐嘅規格。恭喜玩家成功解鎖孤高浪漫史詩級成就。山上展望角體驗懷舊街機，領取純粹快樂超級 buff。回轉展望角360度旋轉餐廳，一杯咖啡時間，享受山海城景視覺資源。地圖開放時間為上晝10點到下晝5點，單人觀光吊椅開放到下晝4點。除咗無痛登高，仲可以享受4季鮮花、燒烤場等等設施。翻去啦！急衝喎！係啊，有彩鞋，好開心啊！有海水，有車坐，好玩啊！體驗人生。結局提示：去邊都好，下一站由你話事。